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工商服务时间，今日咱的节目伫咧台北专业的录音空间录播课来录制。录播课是由一阵包含着新闻主播、导演、美术设计、创作歌手、网络名人所组织的专业团队。不管是 Podcaster 也是 YouTuber， 只要你有创作的需要，拢会使甲因直接联络方式，就写伫咧说明区，互你做参考。心情俗化救无事，对落随侵却不避，要向民间亲做去，街头日作做防疫。大家好，我是阿迪。今日拄则开头已经先放即个一条歌啦，较无遐长的歌呢，毋知大家听了感觉啥款吼？若看标题就知影，咱今日的即个主题就是斗老者。大家今日真正足老者，你讲实在，名吼，即团队名都斗老者，今日嘛足老者吼。现场包含我在内有5位，我先甲大家先小证明一下，好无？大家好，我是叶瑞。大家好，我是南宏。大家好，我是美清。我是中文。对，所以总共4位含我一个吼，5位安尼吼，这是斗老者走唱队对无吼？我无包含在内，嘛是会使。是即届咱的主题吼，要甲来找大家来开讲一下吼，因为最近有一个新的募资的活动，一个专辑吼，真趣味，这个专辑真有特色，所以专工邀请因来开讲。拄则有介绍其中一位是即个美清先生真正来过啊嘛吼，所以大家应该那老听友一定知影。只要美清先生有伫哩吼，阮这节目无2点钟是袂结束。那有可能是你的问题，毋是我的问题。拄则你的团员有出卖你啊？是安尼吗？但是听讲迄集真侪人收听嘛，对吧？迄集收听非常之好。我定是节目内底讲，我伫想讲，咱开讲其实讲实在主题真颠倒，我甲今日共款拢足颠倒。毋过颠倒大家真介意。后来甲知影讲，咱的听友甲人无啥共款，就有 M 属性啊，或者 M 的感觉。现在是 M 属性。有人我都解释无？受虐嘛？你是讲迄个抖 M， 抖 M， 抖 M， 迄日语的，抖 M， 抖 M 的即个特性吼，所以大家拢爱听一寡，毋知啥啦，遮叮当的，还是遮颠倒的嘛？无一定叮当，但是遮颠倒的。今日袂叮当啦。系啊，今日足因欢喜的。为人较侪关系吼，足老者咧。拄仔先甲请咱的所有的即个斗老，毋是所有啦，目前有来的即个斗老者的走唱队的团员来甲大家先小证明一下嘛。但是因为因的即个团员的每一人拢身兼各路职，对无吼？工课拢真济，大家拢虽然足无闲吼，所以我个人啦，这是我个人兴趣。因为之前知影即个恁团队了后，其实我嘛有小可做一撮功课嘛。每一人其实我拢足想要了解一下，因到底平常时拢伫创啥吼？那才有阳光通唱歌。无阳光。就是安尼，听讲定定有诶是因为咱伫 Facebook 顶悬有加朋友嘛，吼你就看虽然有人若物佫飞去搭，若物佫飞去搭啦，吼若物都无用啥啦，规工都看伊伫顶悬爱无用。知影讲逐个即个生活拢真老者，这是有影吼。
所以趁即个机会，想要即个好好来了解一下，即大家平常时拢伫创啥。哦，嘛，互咱的即个听友了解者，讲人有法度无闲到什么程度过来唱歌。互咱为艺术这边开始好啊，好吧？好，大家好。我即马伫成功大学教册啊，平常时就是教册做研究安尼。我对你的即个工课上感觉深刻的，就是什么叫做不分系、不分系，这样。嘿，不分系甲无关系有什么关系？本系，其实我本身是做历史的，做医学的历史，你的历史是？咱一般普遍讲的历史也是，因为我发觉讲你的物件大部分拢是医学的历史，对无？你的专点是医学的历史，对，是科学史的一个成分。对啊，以早我是读医的。但是然后我医学无做了后，就开始我去英国留学的时阵，就是先做医生。毋是讲袂见做医生，就发现着个比做医生较趣味的一个代志，佫较好耍的代志。你意思就讲中文的医生，有人你做一寡较无好耍的代志。无中文做医生，伊工课我做敬佩，因为伊是真正救人的。但是我以早做迄科是无法度救人的，好袂起来。都好袂起来啊！对。不分系到底是伫创啥？不分系就是学生有法度家己设计家己要读啥物物件。所以这真正是一个科系，所以有人考入去了，就伫咧成大嘛，所以就是讲我是成大不分系学生。会使，嘿对。到什么时阵我会去经我家己的趣味，我家己的毕业进前拢毋免分。拢免分对，毕业的时阵，伊的你的反应，敢若你嘛拢毋知影咧。你嘛毋知啊？你对家己的朋友团员拢无用。我叫2年下期就爱，下期3年就爱来选啊咧。但是因爱选家己的主修，跟讲主修嘛。嘿，对，就是像一个 honor degree 荣誉学位安尼。所以毕业证书袂写不分系毕业，但是伊有重点，伊有一个重点就是主修是啥物物件呢？对。可能说主修是文学，对主修是啥物？即摆做一个公司做介意即款学生，就是你若不分系，就代表你有做一个能力，你无共款的技术统合的能力，对。可是因为咱像包含讲咱家己做同学嘛是共款，你会使发觉讲，大家其实现代社会无迄落你一项算甲大底就结束的，无即个代志啊啦，时代无共款啊。你讲古早人都已经毋是安尼，佫较免讲大啦，所以。真侪人是你这嘛爱会晓，迄嘛会晓，但系无共领域的代志，交参做伙了，发展出来物件，甲真正是佫较有创新伫咧内底。有阵我想可能是安尼。对，因毕业进前爱做3遍学期的专题，是做研究，所以就等于是有做一个 mini master 即个领域。目前有几届的学生跟毕业了？我毋知。系主任校长。已经有毕业生啊。有啊，发展嘛真好。我这讲出嘛对吧？叶秉成算是啊，伊算是一个杀手啦。对。因为其实我感觉，当大家一般讲到读大学，真侪人大部分拢会读大学嘛，吼。那读大学，确实大家拢想的也是讲你是读什么系，可能你读即个理科的，大家讲敢若较有出脱，吼安那。我原来其实我感觉当对科系的想法，佫有对大学的想法，变成讲会使佫较放互佫较宽。大家伫看科系，也是讲你要读大学即件代志的想法，变甲佫较多元。不分系反射是一个真好的一个代表性的物件，就是你入去了反射你内底使真正无需要因为一个名去限制讲你就是爱生做什么款。大概咱讲爱学以致用嘛，你学啥都爱想啥。其实无的确，你一个过程当中，你会使发展出别人无想到的物件。是，多谢阿丁，阮可能爱请你做阮的科系代我就是负责甲来交心啊，交心代数。主持人来创下你知影，就是负责甲来宾讲的话，甲等势较水一个。好了，咱后一位他们那些南方这是这个制片嘛，你虽然讲是甲电影界、演艺界是接触较深的，对，较乱的迄届，较乱。后来发觉什么科啊拢是乱的。你家己目前的工课主要内容，你嘛编辑嘛，对无？主要大家好，我是南方。因为我是理工科读化学，研究所去读成大台湾文学所。是毕业了后，因为有一届，因过迄个时阵，拢会参加一寡
较早叫社会运动，即摆可能讲叫做啥公民运动啊啥，反正就是抗议啊啥，去行无甲行街头，可能去游行啦，参加读册会啦，所以讲大学毕业了后，大学要毕业先感觉读化学，因为读化学到4年的时阵，你就逐工拢爱研究室内面，感觉介无聊。无想要关伫内底。虽然未来的配型确实是无聊，但即摆想无得开，因为台积电的股票一定800块啊，其实嘛足有聊。化学系敢会入到台积电？阮班45个，大概有20个啊，16个、15个台积电。3分之我要台积电，其实做者背景的人拢会使入去。对，就读化学的哩，阮同学买先拢50几箍尔。50几箍，真诶，我问阮同学讲，你手头几张？莫讲啦，你买先几箍？我买50箍。我说哇，这什么时代50几箍20几当钱啊，20当钱无算久咧。系啊，50几箍60几箍。今日几箍我毋知。应该是800，每年应该甲1000。这大家有听到？我今日重点是报白啊。当初感觉足无聊。你已经报白啊，已经报白啊，所以迄个时大学毕业，感觉伫研究室内面逐工做时间介无聊，所以咱拢是坐袂调啊。嘿，实在台湾迄，尤其是应该是实在富裕，伊算我大2届的学姐，伊伫台中、女中的台湾文学社团，我是中华高中的台湾文学社团，伊是社长，阮就熟悉。所以甲你带走进去就对啊。因为我迄时伫中央读化学时，定来台北参加读册会。迄时就其实心内就已经真意爱即个物件。对啊，因为读册会可能读一个环保的物件，嘛会读马克思，嘛会读，反正读有诶无安尼。无变成社会主义者。嘛迄时应该无，可能无即个，所以即摆手头无迄股份，有可能思想，但无迄个组织啦。其实无迄个是无迄个组织。退伍了后，就迄个是咱公司一个抗议嘛，就一个导演问我讲，你退伍了后要创啥？我想，台湾本来讲咧找头路，因为大部分先来台湾所毕业。但无讲找头路，有一个台中做迄个有机的农业的物件，嘛咧找头路。伊导演就问我讲，我来拍我一个纪录片，要拍落水溪，你有兴趣无？我南投人，我想讲，落水溪趣味啊。拍片啥我毋知，安尼就加入礼拜拍片即度。你嘛算讲得奖无数，对吧？就可能坐袂调，感觉趣味的物件会用罔佚佗。我启明的老师是高中的台湾文学社团的老师。甲长运的，阮算共一个英文老师，共款是李老师，李老师嘿，伊就来讲，你30岁进前，你做你兴趣的，你莫想讲你要趁偌济安怎。其实我感觉每一个人差不多16、17岁时，有迄个老师应该拢会影响你介济啦，也是可能一个同学，还可能某物人安尼，所以我就讲，呢无你即度嘛，趁无啥钱要袂死。恁起名拢真早呢，真的吗？因为无老师的美金户啊，你老师还是讲美金户，我们10节英文课有90个美金户呢，拢袂读英文。哎，美金户的这个起名该较早啦。对，因为中中其实是足保守的一个高中，所以有听安尼的老师吼，即个无共款的言论吼是足特别的。所以学生会足欢喜。我国校啊，国中透早一点钟升起来唱国歌嘛。恁若想着，甲高中有一个老师讲。什么唱什么国歌？你是爱什么歌？就讲开始解说中华民国安怎来嘛？解说讲就是安怎啦。较早2摆事件是安怎？这啥话歌？我毋捌听阮爸讲过。其实我捌因为安尼高中去问阮爸、阮阿公、阮阿嬷讲，你捌听过无？所以我就讲，这阮都正常，所以安尼受影响介大啦。所以我咧拍片的时阵嘛加减，拢会甲属性较活。本土的议题嘛好，本土的导演嘛，工作人员也好，安尼行斗阵一直行，因为我本身伫国中的时阵就真介意写物件，所以对文学这个基本上是确实是兴趣，所以我就想讲，安尼我用开始，反正即度有写物件就是做编剧啊，所以想要一边做制片组，就是开卡车啦、买便当啦、查路啦，车袂用过头前咧拍片，歹势，一直安尼，一边就是写物件练习，就慢慢即摆就一半的时间是咧写剧本较济。其实我感觉我介幸运，就是我大部分有想要写的物件，
加减拢会拍做底片，拍做广告，然后拍做较短戏剧，就是讲对我毋是科班的，读电影、读戏剧会出来。我写的物件最后有拍出来，有翕出来，你的机会一直机会，所以我感觉这是幸运的。所以，迄个物件对我来讲，迄是一个就是有成就感的物件所以你看重成就是你这个部分。对，我想搁试看完，搁之后，所以已经是31岁，我就摕到第一届金钟奖。所以迄届其实我是欢喜，但是上欢喜是阮妈。因为是阮妈先敲电话互我讲，你是毋是摕到？因为我无上台，我拄咧拍一个电影。你人伫倒位呢？我妈，什么我人伫倒位？无啊，你摕奖啊呢？我才知影讲，对，今仔金钟奖我有摕奖的呢。有当然咱讲做歌戏，咱会讲老爷饭真黏啦，就是讲有诶人嘛讲做歌戏吼，就辛苦嘛，咱讲无写时才互囡仔去做戏所以。但是有诶人，伊真正对做戏即件代志真有意爱，你着念伫遐。有当时有逐个想讲有一段无一段无就改度好啦。无偌久吼，你着心肝枵，就又搁转来所以讲老爷饭真黏，你走袂去。反正就是伊认为讲，你若真正对即老爷若看中你，认为讲你有迄个才情吼，你换改度嘛无效，你早晚会搁转来。所以讲老爷饭真黏，有即款的讲法。我讲有当想讲，毋管是演艺界，还是像你讲像拍电影啦、写物件啦、文学创作即款的，所有即款甲表演有关系的代志，或者是即款顶迄个物件，拢定定互人即款感觉。有的人吼，你就是自细汉你就对即个物件有意爱，你敢若一世人北袂离安尼，就算有搁较。互人会使感觉讲像你讲50几块的台积电的股票，伫遐甲你升，最后有当时咱就是。袂走到遐去，有一个物件就是黏，你黏掉你袂走。不怪咱19档了后，佮决定要出第二张。对嘿，这19档的代志，咱难免会使好好来讨论一下吼，到底是安怎遮？这感觉有时候惊毋知咯，还是找着时机到嘛不一定，对无？因为我讲最近的这几档的这个规个市场环境佮包含咱对台语的想法，我讲拢有一寡无共款的变化。毋过咱共款先继续请这个换美清。大家好，我是美清。其实南方的故事足精彩，我想要继续听落吼。不过咱等下要讲，你平常时拢无伫开讲的款你故事你拢敢若头一遍听到呢。别的代志安尼，就是等下要讲19档的代志，所以我就简单。讲一下我家己就好啊。我本来高中毕业的时阵，因为家女我家己人我家女无考调所以就想讲受惊国立的学校就是嘉农，所以我就去读嘉农，所以我是农友。我读伊的时阵，卡诺迄个无去牵棒球啦，读5档迄个时阵入去的时阵是嘉农，但读到一半的时阵变嘉义技术学院。毕业的时阵，我毕业的时阵毕业证书，无毕业证书佫是技术学院，但我过当伊就是变大学啊。对，我迄个时阵其实是5专4年5年的时阵就爱中国文学的，就真正是爱中国的，所以我是差大。你爱中国文学，甲爱中国，我听起来敢若无啥共款。拢共款，拢共款。我真的是共款的。对我迄个时阵是就爱中国的，就爱中国的。而且阮爸爸互阮的培养是，阮爱用台语读迄四书五经的。嘿，所以古中国还是新中国？对，文化上的迄种中国。迄阵听《龙的传人》是考出来迄种。真的去到东海就是足自由的，所以东海我就拄着迄杨翠老师。阮伫共款伫东海大学啦，毋过当然嘛无台文系嘛，但是拄着杨翠老师，佮阮系林嘛有一个叫做林翠凤老师，伊是研究迄个，就是伊教迄台湾文献。我后来就因为对吼，我敢若对台湾无啥熟悉，所以我就过去修迄台湾史，去历史系修台湾史。就豆阮班拄好，就是阮班有人去考成大，就是准备要考成大。我想讲，台湾系迄是啥物碗糕，我拢毋知影。过来到大四的时阵，就感觉讲，这敢若是我家己趣味的物件，所以我后来就去考研究所，但是成大无考掉啦。过来就清大嘛无考掉，就等于家己所以就有拄好家己迄个时阵有2礼拜的迄个放调工课，我就变打工个准备，所以伫迄个时阵嘛开始啉2礼拜，过来考调清大了，就开始当然就迄个时阵就是台文所，所以就做台文相关的物件。迄个时阵嘛开始接触这台语文学加2礼拜的文学，所以头壳差不多是伫迄个时阵就转变
足大诶安尼，嘿，因为你为即个四书五经。我看有一句俗言讲，四书五经读透透，不识元五句必走，对不？我毋知你有冇听过这句话无？当讲呢，你够厉害。有这句话啊！你路边有当有诶，即个较老家可能会看到人挑工地，互你挑战讲这几个字当安怎读吼，大概去网络查一下啦，这其实查会着吼。因为顶边咱伊在开讲诶时阵，因为咱为着即个台语现代小说选诶时阵，较无讲着你本身诶代志，主要是迄本册，因为咱敢若讲即个文学100年来即个代志，其实都讲袂煞，讲实在，讲袂了。你毋是我。拢送你我遮来，我等于调一下资料来看卖，看即个咱诶即个运动是较侪。我当然内底讨论真侪代志，然后但是对你家己个人即个身份是较无特别去讨论着。那即边因为咱是到老这走唱队要出一张新的专辑，所以当然咱的成员其实是唱歌创作的这个人本身就是重点嘛，所以特别希望讲吼，咱听友更较熟悉。今日来的这个成员，拢每一个拢无共款吼，身兼几落职啊。虽然拢无用甲车跋饼，我嘛看你定定散步过是走日本走倒位啊。对，因为我即马伫，对，我袂记你讲，我即马伫师大教册啦，阮台文系吼啊，我迄个硕士班了，我就含阮英俊的男朋友，就是即马阮翁做伙去日本，嘿，无话人，嘛袂当话人吼，我人绝对袂讲出去。对，就是做伙去日本留学安尼啊。就倒来台湾，所以其实阮中间是安怎有让遮尔济时间，包括伊个出国，啊，我家己嘛出国，啊，逐个离医生离开刀遮尔无用，离拍片遮尔无用，所以嘛较歹组织起来，对，啊，即马逐个拢倒来台湾啊，啊嘛，迄个开刀开了做顺手啊，对毋对？吼，中文对，啊，拍片凊彩就金钟奖啊，嘿，所以就逐个当做伙啊，安尼。你是毋是甲第二条的回答了啊？我见咱的这方讲是提供罔提供罔参考的，安尼阿爹做歹，我见放心，咱无烦恼这代志，咱嘛是头一工伫讲话。你拄则讲师大迄段敢毋是嘛是有招生的任务？免来，伊顶本来就一直要招我去。结果你嘛无来啊，所以我就放弃这个代志啊。咱时间拢无用，你嘛知？一直叫我去读台文所。我代志嘛是虽然拢足无用，讲实在。啊，咱过来换中文好无？大家好，我是中文吼，我的部分叫做简单的啦。我是中华市人，我伫中华吼读到高中毕业，去台北读医学系，医学系读了后退伍，我搁伫台北做医生，我主要是做外科，我伫台北做17年，感觉讲有一天感觉差不多时间爱离开这个城市啊，所以就是迄个时间拄好有一个缘分。就是来到阿弟你的故乡宜兰，所以咱其实离真近的，真近就到宜兰啊。对，所以我即马就是伫咧宜兰遮做外科医师。你伫溪南地区嘛，我当时住溪北啦，但是我旧厝是伫溪南嘛。较早嘛定去你目前店迄个病，我都音尽量嘛咧猛开讲，咱伫录音室间见面无要紧，希望尽量莫有机会伫咧即个时阵见面啦。可能见着你毋是什么好代志。检查，你敢有伫管检查的代志？无啦。你找啉酒会使啦。啉酒会使。即段爱加。我也无伫啉酒。我较无伫啉酒啦，啉咖啡、啉茶无要紧哦。我较少伫啉酒，所以你目前已经关系宜兰腔啊未？会啊，我当时讲话吼，嘛三不五时会走宜兰腔出来，对，去倒着啊，去画着啊。但是我做好奇的呢，是因为足侪人真正遐足侪人要搁保留迄个腔，还是因为你的病人拢？其实吼，我家己的经验啦，就是讲伫咧宜兰吼，较少年即辈吼，咧讲台语的时阵，其实嘛无甲足。无宜兰腔，无足侪。前提是有讲台语哦。台语都无你要讲腔。但是吼，我的工课环境，我嘛爱接受一寡阿伯阿姆嘛吼，因拢因迄宜兰腔拢真顺，真纯。阮听起来吼，迄宜兰以外所在的人吼，阮听宜兰腔拢感觉足古锥的，足古锥个。想要学安尼，会共影响着安尼。无你较趁即个机会，咱来偷听一下，因为做一个外地人，你伫听可能伫我伫听的感受是无共款。无你较你会使观察到宜兰腔内底，阮家己在地人无看到、无听到的所在。我讲迄个比较会足趣味的。因为对咱已经讲总共4位，对咱嘛讲，就若是较死嘛，足怀念的感觉吼。即个因为
当这是头一块专辑也就是恁拄成军你的这个团员是这4位，还是还有其他的人？就是阮4个，就是拄好恁这4个嘛，所以进前也是讲今日悄悄的拄好竟然是这4位是第一代的团员，对无？初代的。啊，问题是拄仔听起来，恁每一个人的经历其实无啥共款，甚至来源嘛无共款，恁嘛毋是每一个人住共一个所在嘛，所以是安那会斗阵做？我听讲甲赖和文学营有关系，对无？其实毋是逐个拢有参加过即个。我会当讲者，就是我有参加过第一届的大专赖和的台湾文学营大专的。大专应该是2000年嘛。对，迄个时阵啊，南方其实就是阮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就是我讲我互大学同学影响，都会去参加。迄个时阵我会记哩营队内底都咧放中文的歌，最重要一件代志。伊甲相思改做歌嘛。迄时你就开始伫改编大号的，已经改编了。若无中文即条歌，就无会稳啦。有即条歌开始的相思即条歌。其实即条歌是缘分啊啦，就是我嘛是高中的时阵吼，互有吕老师启蒙安尼，但是高中的时阵吼，搁懵懵懂懂啦，我是到大学的时阵吼。迄当阵才开始对即个台湾文学较有兴趣。我记有一届，迄中文的老师出一个题目，就是大家爱做一个作家的即个专题报告。因为我是彰化人，我当阵想讲无个做即个赖和的报告好啊。我一做咧发现讲，哇，原来其实就是我的厝边尔，甲我住足我近的所在，但是我完全拢毋知影即个人，才发现讲原来伫咧台湾的历史顶悬。文学顶悬有遮尔重要的地位吼，搁去问我的爸爸妈妈，因讲因确实有看过赖和医馆啦，啥物吼，安尼我才开始讲对即个赖和先生较有了解，就是我大学的时阵有做即个台湾文化研究社的社长，就是社员可能10个尔，10个足济啊。但是就是有一届咱要做这个成果发表会的时阵，伊当阵我嘛爱唱歌弹吉他，就是用赖和的这个诗内底一条我足介意的，就是相思这条诗来做这个歌安尼。你是很着相思这条？对呢，迄当阵你嘛毋知影安怎会是经着这条，一个灵感安尼。就像你会去经着月光，还是相思歌安尼。我你讲伫河岸留言表演的大河岸，伊一个较早的较早吉他社的，应该学妹还是同学？伊个是我台湾文化研究社的副社长。伊来签名时，我听到啊，我给无陪伊讲学长，你知影你唱相思，我是第一个听到的咧。你伫吉他社内面唱一条，我是第一个听到。哇，你这元老级的。有啦，但是毕竟伫咧无共款的领域吼，工作人员是即个南方所以恁加减拢有关系，但是毋是讲全部的人拢来参加，是安那最后组织做伙来即个专辑。我记是应该是有一个 tape 先啦，就是常运应该是家己弹，我毋知想你比赛迄时阵录音啊啥，知影讲离基金会内面有一个 tape， 所以离迄个营队的时阵才会放。阮伫营队的时阵，其实我是第一届的大专营的学员，毋过了我嘛含南方个做伙做高中营的迄个队服但是我有印象就是我听这毋是听 tape 的，是伊弹互阮听的，若是队服伊就是弹互阮听，教阮唱。我会记过唱几啊条嘛，捌唱陈明忠老师的歌，慢慢唱，反正唱几啊条歌就对啊。因为这条就是互阮那像是营队的队歌感觉安尼，所以阮逐个人拢会晓唱。甚至等去学校的时阵，徛倒摆伫总港路嘛是咧唱这条歌呢。就是伊做洗脑的。你看个总港路，个卡带，是啥物年代？看少年时都还是讲啥，跟他无啥关，咱拢无听过的事啊咧。所以最后是安那组织做伙，我是无了解恁最后安那组织做伙。知影恁拢有一寡基言，有只其实是一个颁奖的典礼。什么款的颁奖典礼？赖和奖。
基金会对，伊每一年拢会选，就是医疗服务顶面有成就的，甲文学嘿来颁奖。啊，就是2005年的时阵，就是基金会要做这颁奖典礼，啊，就是中文就做这条相诗的，我后来就做一条月光，嘿啊。可能就2-3条尔。但我尾较较早。我甲你讲，敢若是正名的游行。啊对，台湾正名的游行。哇，咱个继续安尼讲落，可能5点钟就讲袂了。所以后来是全部，反正就是有就做伙，因为一寡基演都包含讲当有即个台湾正名的游行，啊，还有拄则讲偌好奖的关系，这两个都是差不多时间，是毋是？是啊，你讲03开始。因为你想嘛，你写月光的时阵，照你讲是，大家一定想讲要搁继续写歌，啊，我的是应该搁较早，应该是偌好110啊108讲。基金会想要办诗歌节，我就想讲啊，迄时我去妇仪阁有讨论讲，啊无咱来火车顶悬念诗唱歌，啊无咱来安怎办一个音乐的戏剧、音乐剧，啊想讲开始要找啥，啊就妇仪阁想讲因为相思嘛，啊一定要找常韵来唱相思一条歌嘛，啊想讲啊迄阵我毋知佫有啥，啊就开始讲，啊就妇仪再介绍。你甲恁个，阮即摆讲的即个人物是最关键的，这个组织地下组织诶，后壁首脑，伊后来变做偌好基金会执行长，周富仪同学，周富仪同学，就是后壁一个人伫咧控制这一切的代志，所以应该是口话来，口话来啊，应该是迄时应该是咱3个吧，讲袂台，咱咧唱歌应该找10个囡仔，然后有一届是讲医院啊靠我。也是用迄个 MSN 啊，啥我袂记咧。对，你看，佫有 MSN 哦。伊就打讲，我找着了，这个我感觉这适合，咱应该来用。迄时可能拢也袂甲专辑，拢也想讲伊迄个音乐剧，要做，你也是要做一个表演，音乐的表演。小啥一定拢有，但歌爱写歌咧。我讲，伊就讲会使，就讲，后来因为迄个音乐剧，迄个诗歌节。经费甲迄个规模伤大，所以后来才缩小讲啊，无咱一定，我记迄已经写2首啊，所以再想讲啊，无你已经写，咱就继续写呢，啊，就后来就开始写第4条，想讲啊，要募款了吧？嘿，那应该是差不多安尼，第3条就是。对，就差不多讲所以你就要正式成军啊嘛，才有专辑。对，迄时就最后就决定要出即个专辑，叫做好嘛，出自即个偌好的本名，对无？对，佫有一件最重要的代志，阮拢有听过鹅妈妈出嫁。对，你即个低头皮。也内底卖 CD，我伫遐买着的。所以嘛有想讲哦，偌好是台湾文学之父，因为已经有一张专辑嘛，咱应该嘛爱出一张。所以后来你就反正就是要出专辑啊，所以就爱正式成军，对无？正式成军的时阵，到底是安怎合作到老者？我知影这出自偌好的一篇第一篇小说，但是是安怎是一篇？哇！因为你嘛会使合作月光团队，或是啥，人就会使合作着我，对无？莫名其妙的名拢会使好名，是安怎是到老人？迄个时阵应该嘛是一个纪念性的迄个，因为到老的是偌好的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因为安尼。嘿，啊，过来就是大家拢毋是专业的人嘛，都是大家做伙来做一件代志，大家拢靠我来做伙来做一个，敢若到老者做一件欢喜的代志，大家介意的代志安尼。所以才有感觉到到老者19年前。已经到当时19年前了嘛，2005年嘛。对，伊在讲2005年，即块专辑好是用偌好的作品来做转换。那恁进前包含参加即个偌好的文学营，那偌好奖啥，恁拢讲这甲这拢完全拢是加做伙。恁家己到底安怎看偌好即个人甲伊的作品啊？我讲这是一个，当然这是一个正大的题目，但是遮侪年来，其实恁等于讲用透过作品的方式，一直伫熟悉即个人。讲实在，偌作品就侪，有才调好好甲看了的人无侪。我讲实在，我嘛无全部看了过。所以要看了嘛无简单，因为伊的文字是较困难。对，这咱后壁嘛讨论着即个文字的问题。问题就是遮困难的物件，或者讲遮歹去处理的物件，遮歹看了的物件，恁家己去看，因为恁无法度，因为恁创作，你一定爱看伊的物件。所以恁家己安尼一路落来了，你家己感觉？恁感觉偌好是？咱莫讲伤长的即个解说的伤久吼，因为咱可能你5点钟就过去啊。但是简单来讲，恁家己安怎看待偌好即个人家己的作品？
咱人捌偌好拢是对无共款的机会，无共款的启蒙的过程，熟悉着伊的。啊，我拄则无讲的是，我大学的时阵，我去诚品书店吼，就是阮的，就是我读中山医学院的时阵，其实无即个台湾文学的课，完全无。啊，我对人捌偌好的是去诚品书店，台中的火车头，头前迄个诚品书店，即马收啊，嘿，有一个陈方明老师伫遐开课，嘿，10堂课。哦，台湾成品就介意开即个课对无？台湾所以是有效果嘛，就是有人会去听，有人会去买册，有人会去看嘛。啊，佮翘课去看，去听有即个心就对了。所以介绍小介做侪偌好啊，吕赫若啊，是龙应宗即个作品，底下开始捌伊啊。但是所以对伊的印象，对偌好印象拢是伊定义出来的，一个反抗。这是拄开始嘛？对，拄头啊过来咧。那为就是写文字拢是为小人物。来讲话即款的作品安尼，所以伊是反抗的，伊是替农民、替原住民、替即个女性讲话对，即个作家。这是你目前对伊的作品较早20当前的时阵，拄开始你熟悉即个人的时阵，即个作品的时阵，啊当咧。因为你当看足侪伊的作品，佮写用伊的物件来发展你的作品。等哪读的哪会感觉讲伊即个人哪像咱家己安尼，就是一个真正的人。嘿是，较一个较有七情六欲。啊，以早，所以咱以早写咱的歌的时阵，迄感觉拢较雄伟嘛，较悲壮安尼。啊，即马咱就无想要用即个感觉。所以你开始看到伊的人的部分，较无像一个神之白啊伫遐，就是伊就是，比如讲咱讲一个较严肃，就是比如讲咱当伫讲郑南榕，伫讲言论自由这个时阵，有阵郑南榕变成一个神之白啊伫遐，但是伊嘛有足人的部分，我感这是凡说，佫经过一段时间，咱有法度佫较好好啊去看待即个人的时阵，会使看甲佫较深，看甲佫较济。伊成人的即部分啊，南方这边你看，我感觉我会对照我家己熟悉偌好的时阵，大概说16岁的时阵吧，高中1年的时阵，一直到研究所的时阵，因为迄个时社会气氛就是拄好改严，可能真十重，所以足侪社会运动哩哩酷酷，啥物议题拢总啊，性别议题的环保议题啊，还我土地啊，证明运动，所以讲，你。我会记我高中2001年我拄高3，所以后边也咧选举的时阵，阮咧从我高中拄2栋楼，是即边的中昼的时阵，就所有人会徛出来行伫走人，后边当选，即边就是行出来拢总伫走人，连战当伊连战嘛连战嘛，迄时甲送哈，敢是着连战是嘛连战当选，后边真诶咧，安尼拄好分两边。就迄个一边是啥物德路，明德路啊，一边是迄个啥物路，我袂，就即边两边，真都是分两边。红道路，红道路，所以中道是应该讲，你之前边紧诶来红道路，之前宋楚瑜要徛对边，无，哇，你种着遮趣味，无伊代志，从迄个时阵2000年开始就无伊代志。即个，所以讲，伫迄个气氛内面，我就感觉确实是，以前来讲，就是我感觉偌好就是。一个反抗者，反抗意识就可能伊就受日本人统治安尼。后来一直到我改编偌好诶，介济篇诶小说拍做戏剧诶时阵，算个翻头个顶读，而且是读几啊届，我才会破呢。我感觉偌好，按照伊诶细汉开始，伊读汉学啊嘛，因爸爸算无读册嘛，我感觉伊应该就是先介意着文学。这个物件，因为伊文学啊，佮因兜定定来去遐熟悉人，可能听到遐人讲日本时代安怎，日本人安怎，吼，而且伊伫少年的时阵，应该囡仔时，迄时应该定要听到日本人咧拍台湾人，因为拄来拄殖民嘛，是，所以也袂较文化、较文明的统治的时阵。拄好是1894年生，对。时代前一年，你看伊超10几岁开始读册时，伊入嘛这个世界时，其实要定听到日本人安怎咧拍。头10多年来，就是拄好日本时代头10多年。所以讲，我感觉应该是先介文学，
后来听到这袂使哦，爸爸定咧骂人安怎，所以咱嘛，日本人该死安怎啊？到20几岁时，伊就开始会晓，我感觉伊就是算伫文学顶悬、文化的这种反省顶悬，我感觉伊介天才，对，伊24岁左右，伊就会去思考讲啊，这个日本人讲的，逐人讲的这文明到底是好啊歹，咱家己啊先看觅，检查看觅啊。所以我就感觉伊的反抗虽然可能来自伊的环境，但是我感觉可能比伊要做反抗进前，伊是先加伊文学，所以看偌好，咱就袂用干那80%看伊的反抗。其实我当爱男做伙看，文学顶悬袂用搭放。对，你去看伊写的汉诗，内容拢是足侪是甲情爱有关系，甲写景有关系。对。然后我后来我听过读中文的迄个教授，提讲偌好的汉诗，其实算写了，伊感觉写算无好的，我用传统的迄个中国文学的美学来鉴定啊，伊感觉是无好，但是讲伊有一个特色，拄好是新旧文学的交替时阵，伊会想要试看觅突破，有一寡毋是照原本的路在行迄种文学的创作，所以我感觉另外用安尼看来，好甲歹就毋是用某一个美学的，伊可能要创造新的美学的审视的一个标准来看安尼，所以我以前在写时，我就写。做戏剧的时阵，我才会想，这个时阵我感觉偌好诶形象对我来讲，佫较无共款啦。伊是我感觉应该是文学开始，后来因为这个世界在改变，伊感受迄个改变了后，安尼我感觉，我应该试看觅，我应该试看觅。我感觉伊是一款的人啊，伊这个人诶原本的模样，应该是一个我感觉较淡薄优柔寡断。淡薄系优柔寡断，我即摆感觉即个个性伫伊的作品内底，其实足贯穿的。嘿，伊应该是讲真诶，安尼，讲真诶，无好吧？一款程度以现代角度来看，就是像即个文艺青年迄个感觉，对，迄个时代文艺青年，而且是真正有创造性诶，伫伊个。具体的像即款的汉诗的作品内底嘛，一直希望讲伫内底增加一寡无共款的物件。当然，迄个过程当中，本地就一直试，较新的物件伫咧内底可能无随时有法度较到达，但是你会使感受到伊的创新的物件伫咧内底。所以偌好的一个形象，对我来讲，差不多伫差不多7、8年前，我敢有一个较大的转变。我家己啦，所以这嘛有一部分的就像我咧了解伊的时，嘛影响到我未来写作的一寡题目也好，还是讲写作的一寡要创作的有路的物件。我即个问题，我要先跳过美清先生这边可能先过2点钟，我要先请你，等阮有一个真特殊、甲偌好真诚的身份，就是当时是医生。同时个创作者嘛，所以你家己伫看落好有无共款无？我发现因为咱大家拢已经熟悉偌好啊咱应该爱甲听众朋友小介绍一下偌好是啥。我相信讲伫你的节目嘛，真侪少年朋友咧听因可能想讲可能较无遐少年，我想应该拢听有 Messenger 啦，中港路啦。卡带嘛是个卡带。简单讲者就是偌好先生伊就是差不多50岁的即个退休就拄好伫咧咱即个台湾伫咧日本统治的这50年所以伊自头到尾伊的即个国籍拢是日本人。但是你看伊的创作自一开始伊有即个汉学的即个底子用即个古文啦文言文的创作落尾伊开始尝试用即个台语的白话文来创作，甚至讲伊甲落尾伊其实对日本足失望的伊对即个中国有即个期待，伊嘛用即个北京白话文来做即个前进所以这是伊的创作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就是讲，我感觉伊是一个足低调的人，伊咧翕相永远拢是徛伫较后壁的所在，但是伊伫咧台湾文学伫咧政治顶悬嘛是真有成就。
伊是伫即个台湾文化协会内底足重要的一个人物，吼。啊，伊个是医生，伊的医术吼，伫阮彰化市吼，就是有讲，南边是南窑宫吼，啊，北边有即个何阿仙安尼吼，就是有一个即个书院吼，伊也着神也着人嘛，对，所以我捌听过是城外妈祖经，城内赖医生，啊，嘛有人讲伊是还有一个外国人西门，我伫遐出世的西门兰医生，对，西门兰今日即个另外使佫做一集迄个俗案，今日讲俗案毋知几句啊吼。赖和医师吼，伊伫咧中华吼，嘛有一寡故事，就是讲即诚侪善车人来甲看病吼，啊，伊即个无钱付即个医药费吼，啊，佮爱写即个借据，是吼，啊，但是咱的传统就是讲过年要过年的时阵吼，你钱也无还，嘿，钱毋通欠过年嘛，吼，啊，即个赖和先生吼，伊拢会诚体谅遮个善车人，正经过年到的时阵，伊个甲即个照条拢甲烧掉，吼，嘿啊，所以其实要过身的时阵，咱本来讲第一卫兵，第二医生，吼，想讲医生拢足好牙的，逐个拢去老厝，但是偌好过身的时阵，其实是足散起来，厝里嘛无啥物钱通啊办丧事，但是伊过身的时阵，彰化市是500个人以上吼，安尼伫咧来甲送吼，嘿啊，所以我感觉。对即个人吼，第一当然是我的厝边，伊所描写的即个景色啦，吼啊，即个故事啦，就是那亲像我阿公阿嬷迄辈的人发生的故事。啊，我嘛是因为赖和先生才较熟悉讲我即个大汉的即个所在，吼啊，佮看伊的文章吼，我嘛感觉着讲，伊迄个时阵是迄个写实主义诚盛行的时间，吼，所以伊的描写，伊用即个。其实是足困难的，即个台语白话文去描写，吼，但是伊嘛是会当写甲足优美的，吼啊，伊咧描写即个散车的人啦，可怜的人啦，吼，伊嘛是毋是讲哦，你个完全讲足甲同情的，吼，伊嘛足反讽的所在，吼啊，遮个人的软正啦，吼，遮知识分子的软正啦，吼啊，伊嘛是拢甲描写出来，所以我感觉伊是一个足真实的一个人。伫伊过身了后，吼，伊其实嘛捌。入去到忠烈祠内底，但是落尾去用检举讲伊是共产党，吼，佮去用踢出来，吼，啊，甲22年了后，再佮重新再入世，即个中华忠烈祠，吼，但是伫咧过去的即段时间，伊就是一个那像一个无声的人，吼，所以咱即马重新佮甲翻找出来，讲即个赖和即个人，我感觉伊伫咧台湾，伫咧日本时代的即个时间的即个角色足重要的，嘿。你毋若工课的身份甲赖和真哇，你连大的所在嘛甲赖和真哇。我讲你家己伫看伊作品，我想迄个感受应该是佫较无共款啊。我伫约翰说是敢若我家己设想啦吼，敢若一个时代。哦，你平常时甲伊可能无遐直接，是无遐接来往，你毋知影伊心内想啥。透过伊的作品，知影即个人伊经历过啥物代志，伊安怎看待生活的环境，迄个生活环境是你的生活环境，其实是真相活的吼。真济因为中华其实嘛，还佫有保留真济过去流传落来的物件吼，包含讲恁讲即个宫庙的文化啦，吼，佫真济在地的即个物件。即马比如讲赖和基金会吼，要带大家去找找即个赖和正经过的所在吼，比如讲去以前演讲的迄个天公坛吼，也是因兜附近的即个祖庙口吼嘛，伫咧小说内底有出现过，吼啊，彰化公园吼，啊，即马个已经拆掉，变做即个县议会啊，嘿啊，拢是一寡遗迹啦，嘿。你家己知影过去，我毋知你是为即个作品内底知影过去即个所在有啥物物件，还是讲你？捌细汉咧经历过遮个所在，啊，佫伫你的时阵，我无经历过，所以你是为伊的作品内底看遮个物件。对。我有当感觉就迄个心情就奇妙吼，就是像我家己，因为你当伫咧罗东诶一间病院嘛吼，那像我家己了解罗东，我原本溪南人，所以罗东包含讲迄个病院附近啊宿舍啦、南门港啦吼，啊佫有遮个较早水影场、孙景路。孙景就是陈孙景嘛，我想你可能大概也知影，孙景为着纪念伊做的孙景路，
原本迄个南门港甲顺情路附近有大片的水影场，迄个相片内底佫看会到，啊，佫罗东新社，遮个物件伫咧罗东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全部拢无啊。罗东当伫做导览，伫做介绍时，甲你讲，即个所在是啥，即个所在是啥，无一项物件你看会到。我就定讲，华语讲好脏好乱好好玩嘛，好山好水好无聊。有当你会互人感觉讲足感慨，包含讲，尤其你若伫咧过去的作品内底看到过去的人，伊的作品写着遮伊的经历的物件，你足想要亲身去踏伫迄个所在去看觅，伫咧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豆豆就消失去啊！吼，尤其若是全部消失了，像即款的时，我当时伫比对遮作品吼，因为我家己对罗东嘛较熟悉，有当时会有真侪感慨来讲，我敢若有法度甲人讲，你看即个所在较早是水影场哦，迄阵经济外发展，所以才有即个水影场出现，因的五路会使逐个来遮受水吼，啊接着什么水、什么港、什么港，甲你看着完全拢无共款。我讲这是。有当时咱去看遮过去的人，伊留下足侪作品，而且是对家己的环境描写甲足清楚，描写甲足好的时阵，你回头去看讲，一回头完全无共款的物件。我明记知影讲，就是即个所在，但无迄个物件。我感觉迄个心情是足特别的。我拄仔来罗东的时阵吼，我甲看罗东的即个历史啦。你真认真哦！无几个人去迄个所在食头来看伊历史。我做有兴趣的，像。你讲即个罗东的即个南门港啊，吼，我讲迄水是安怎行的？对啊，原来就是迄个，就是甲坎过起来，迄条路两边咧弯弯翘翘淡水河无坎过，南门港有坎过，啊，路尾个坎过。是，伊真侪趣味的物件啦。连港你会使讲，我带你行一抓，差不多2点钟。我足侪问题。为即个溪南溪北，为即个五沙开南时代以来，行到尤其罗东的发展啊，林业的即个历史啦，吼，这都以后的代志吼。但是确实，我讲这是因为你生活我真特别，你甲偌河之间有一款真特殊的对照，不管是工课，不管是地理上的，我讲这个经验真特别的。那毕竟先生，我都无要问你这个问题，我讲你会讲2点钟，所以我要问你另外一个问题。这是可能别人无一定有才调回答的，就是这个，因为你像恁刚讲的，拄开始伫咧偌河专辑进前，还有一块专辑杨贵的《鹅妈妈出嫁》嘛，吼，那今年拄好做30年，我若无记毋对，敢是今年的款，吼。那后壁其实伫恁后壁嘛，还有其他包含这个5城5城嘛，吼，伊出3地啊嘛，还有一个是这个。钟理和的吼，即个客家的作品嘛，有林生祥哦。那伫遮的人以外，当然我感觉遮的人的作品还佫无够侪，佫会使佫较一直出，吼，遮音乐作品，遮专业过的音乐作品，你认为还佫有送你的足期待看到无？因为恁哪可能别伫偌好，较歹势去做别人的。其实我即摆拢是教台语文学较济，对，就是因为你这个身份，所以我会想讲，若准讲佫有一届诶专辑诶筹备，当然无一定是咱集团啦吼，就是我家己感觉伫迄个加拿大诶单雷先生，伊写做侪即个白色恐怖诶物件，甲故乡诶物件，合唱团毋是拢会唱永远诶故乡，就是这单雷诶作品嘛。我感觉伊诶作品是足会当写歌诶，是，伊诶小说嘛是已经有几啊条歌出来啊，其实。对，我讲无，这确实是我讲，确实单对伊的作品，我讲伊的迄个，伊嘛是共款有真大即个时代的关怀。毋过我讲伊关怀的方式，又佫无共款，吼，甲偌好，互我的感觉，像咱当真一直嘛讲着讲偌好本身一寡特性哦，伊的作品包含讲你看到伊汉诗即部分，或者是讲伊家己的感情放入去伊的作品内底，抑佫有。转换成对即个时代的不满，或者是观察，或者是悲悯吼，就这物件。那来伊的即款悲悯，其实有一个真大的力量，但是即力量嘛是较强势的力量，就是伊是较歹，简单讲是较歹，或者是较沉重的，较沉重的。即个物件其实嘛反映伫咧恁的头一块专辑号内底，咱规片听过来，咱其实会使感受着讲内底其实是有一款真。还是悲哀、悲壮，或者是真伤心的迄个感觉。我讲这是恁，就像恁刚讲的，恁拄开始来了解偌好即个，甲当可能即边做出来就是完全无共款啦。因为你听到每一个人对偌好的想法，其实拢产生真侪转变啦。但是我讲会使察觉会到吼，就是即内底变化。但是我甲咱讲一句话，请讲。其实我应该是少数内底会当专程上过偌好的课，我是。
伫清代的时阵，上热河专题，陈婉仪老师、陈曼仪老师伊开热河专题的课，所以咱伫硕士班的时阵，就规学期拢在读热河的课，所以其实热河对我来讲，可能大家人有想无感觉，热河对我来讲，伫迄个训练内底是有关度的。但是我要搁讲一句话，就是讲，其实咱毋免感觉台湾就较细汉，热河就较细汉，因为啊，同款是医生。中国的文豪鲁迅，伊是弃医从文，但是热河两边拢无甲伊放在，而且两边拢有足好的成绩，而且留互咱足大的资产。今日边四位嘛是拢共款啊。就歌猛唱，但是歌爱唱啊，其他工课嘛拢无放手啊。这无啦，就是咱真正是热河，互咱有足侪感动，所以咱想要甲迄个力量延续落去。我讲这是以上です。以前吼有迄个中华的耆老吼，嘛有讲着讲，因定定伫咧路年看到热河吼，伊个是坐伫咧这人力车顶管，吼，要去出诊。对，往进啦。但是伫过程当中，伊也搁咧写物件，也是咧改即个后辈作家的这咧编报纸嘛。我讲有诶人真正伊诶即个历史课程，你会使互你真侪启发，互你真侪讲哦。啊，佫无够无用，其实若甲人比起来，咱敢若啊佫有佫进一步诶，即个动力，或者讲啊佫会使。咱因为你当现代其实有佫较好诶设备，佫较好诶机会，佫较好诶方式，会使解决过去，会用佫较侪时间去做诶代志。咱其实因为这差不多10多年来，大家华语足惯是讲斜杠哦。我相信在你来看，毕竟是尤其是毕竟是来看讲，拜托诶，迄热河毋知讲甲倒遐去啊，对无？就是。过去的人其实就是安尼伫过生活，毋是当个人家安尼尔哦，所以我一直咧想讲，反正就是因为19年前，恁虽然拢接触了热河，才会变成讲每一个人的头脑都做遮侪项安尼，无伫较甲这嘛有关系，毋知咧，互大家思考一下。咱先休困一下，咱咪再回来。阮着长头白日来出日，甲恁外人无地带。爱讲人歹话，予阮惊心毋敢来。娘子义我甲伊歹，每日想是真厉害。
阮是斗老的走唱队，我是南红，我是瑞，我是中文。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迪来开讲的台语单元，台语话故事。自由花热河音乐专辑第2张即马咧募资宣传，咱做伙听故事，讲台语，耍文化，捌台湾。那呢，咱就继续听落去。特别感谢时间，特别感谢教父甜苗香福金方案的赞助者 Moonwalk、免访、阿贤、阿莹、张文珍、瑞琪、永川、阿里嘎哇，也有所有赞助支持这个频道的听友，有恁实际支持，是阮更较有信心行落去的动力。